不会移情别恋了吧？哇，怎么可能啊！喜欢你1000年都没有变心的。请问是给我买了个蛋糕吗？当然是给自己买的啦。啊？谁会给你买啊？每天这么多人送你。可是这么大一块蛋糕，你确定你自己一个人吃啊？确定啊？想吃啊？哦，对了，我过2天可能要去法国处理点事情。那李哲呢？他跟我一起回去啊。那你还回来吗？当然了。不会移情别恋了吧？哇，怎么可能啊！喜欢你1000年都没有变心的。哎呀，好啦，我就去10天，10天之内我就回来啦。我又不关心你去多久，就随便问。那我也就随便说说喽。啊，关机了。啊，那个我要起飞啦，下飞机我跟你说。拜拜。怎么会突然想到把这么大笔财产捐出去？我觉得我拥有的已经够多了，即使把那些钱都捐出去，剩下的我还是花不完。再说了，我现在也没什么需要的，喜欢的人呢，就在我身边。所以啊，把那些捐出去也情有可原啊，毕竟好吃的再多，我也只有一个胃呀。秦思现在应该气死了吧？应该在家里发脾气呢。那就让他气吧。这里真好看。哦，你帮我拍一张啊？你帮我拍张照片，发给11。怎么了？太土了是吧？不好看吗？突然觉得挺好看的啊。哎呦，可能是我最近太久没照相了，就吃胖了，看上去越土越胖。哎。学姬，啊？你以前不是不喜欢拍照的吗？怎么现在突然想拍了？啊？你说这个呀？以前不拍呢，是怕别人发现，现在不用担心这个啦，所以呢，
看到好看的、好玩的，就想拍下来给大家看喽。是给大家看，还是给顾十一看？嘿嘿嘿。我说这个十一啊，有这么好吗？好到让你把这么久的习惯改掉，好到让你不用隐姓埋名的生活，好到让你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，那么好吗？十一他就是那么好。那我呢？我是没有他帅，没有他有才华，还是没有他个性好？不是这样的，你很高很帅，聪明又会赚钱，体贴温柔又有礼貌，你这种类型很招女生喜欢的。那你呢？既然我像你说的这么好，那你怎么不喜欢我？我刚刚跟你说过了吧，东西再好吃呢，我也只有一个胃；你再好，我只有一颗心，只能给我喜欢的人。我已经给十一了，没有办法再分给你了。哎呀，开玩笑的了。其实呢，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在一起。就像我说的，我这个人自尊心特别强，不求人是我的原则。如果要跟你在一起，你还有机会拒绝我；如果要是单方面喜欢你呢，那你就没有机会拒绝我了。这样就够了。祷告完了吗？完了。我跟他们说，我已经长大了，可以好好照顾自己，可以睡得安稳，再也不做噩梦了，吃得白白胖胖的，他们就可以放心了。刘雨涵的事情结束以后，你心里好受点了吗？你呢？我很轻松啊。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，杀了那么多的人，理所应当的，他应该受到那些惩罚。只不过，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亲人了。她是我妹妹，从小她就又漂亮又聪明，事事都做得比我好。如果她不是我妹妹的话，现在应该过得很幸福吧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个世界上我真正的一个亲人都没了。就跟我一样。要不咱俩凑合凑合？谁要跟你凑合凑合呀？